周四，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所遭遇的暴行为题，召开线上听证会，介绍自己来自东突厥散的托尔须纳伊·兹亚乌丁以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身份首度坐镇国会，用亲身经历告诉议员外界不得而知的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不会说英文的托尔须纳伊全程透过翻译发表陈述和接受提问。他对议员说，集中营里的情况很糟糕。他第一次被关进去后，因为健康因素，大约1个月后就被释放。不过，中国政府的攻击回应并未让托尔须纳伊害怕。作为一个幸存者，为了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我认为我必须发声。托尔须纳伊说，我希望世界能够警醒过来，这个世界不应该容忍21世纪继续存在这种种族灭绝。政府的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每一个人。托尔须纳伊继续对国会议员喊话，现在你们听了我的作证陈述，我希望你们能采取行动。共和党参议员麦考尔说，美国人民需要听一听这些与中国共产党做生意的公司，这些俯视得失的协议必须曝光，让消费者了解他们的钱去了哪里。针对德国、美国和英国本周规划举行维吾尔问题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表示，美方纠结少数几个国家滥用联合国的资源和平台抹黑攻击中国，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这完全是对联合国的亵渎。我必须要指出，美国、英国、德国等几个西方国家根本代表不了联合国，更代表不了国际社会。华春莹在外交部例行发布会上称，他指出，这个问题的实际是美国等个别国家在涉疆问题上制造所谓的人权问题，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美国试图伙同英国和德国纠结少数国家借联合国的场所搞所谓的涉疆问题。根据路透社上周五看到的一份照会，中国敦促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参加本周由德国、美国和英国计划举行的涉疆活动。中国3大电信商在7日陆续对外证实，纽约证交所并未重新考虑摘牌决定，因此近期内3家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就会从纽交所下市。据报道，纽约华尔街交易所决定不变，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正式将自美上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政府2020年11月公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者对所谓有军方背景的中国企业进行投资，这3家公司被列入其中。3家公司还表示，在纽交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25表格文件10天后，退市将生效。11日，哈萨克斯坦紧急情况部发布消息称，10日晚，哈东哈州里德尔市发生森林火灾，火灾一直蔓延到附近村庄，过火面积达310公顷。地方消防部门和林业部门派出200多名消防人员赶赴现场救火。根据哈紧急情况部的消息，此次火灾造成35座房屋和9个农场建筑被烧毁，1名老人遇难，另有2人受伤。目前火势仍未完全扑火，但已经得到控制，救援工作已经开始。自斋月以来，巴以双方冲突事件持续发生，特别是上周末以来，紧张局势有所加剧。以色列国防军10日晚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位于加沙地带的多处军事目标。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官员说，以军的轰炸造成8方20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加沙地区民防部门11日早间报道，在以色列持续的轰炸之下，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4人，其中包括9名儿童，另有103人受伤。